奇幻森林嘅不思議事件 by the Humming Planet。 喺廣闊無邊嘅宇宙入邊，星星閃閃發光，照亮住一張神秘嘅地圖。喺地圖上邊，奇幻森林就喺貓特蘭提斯嘅隔離。呢個地方充滿住魔法，一個前所未見嘅神秘森林就喺呢度誕生啦。喺呢個奇幻森林入邊住咗一個遠古部落，佢哋同大自然一齊成長，一齊生活。我哋時不時都可以聽到佢哋歡樂嘅笑聲㗎。傳說話喺森林嘅最深處入邊有一棵神秘嘅大樹，叫做守護之樹。守護之樹又高又大，係整個森林同部落嘅守護者。部落入面嘅小朋友都聽過一個傳說，只要向守護之樹奉獻出自己最珍貴嘅寶物，就可以實現一個願望㗎喇。不過啲大人最冇記性，好似成日都唔記得講最重要嘅部分，就係呢棵神樹究竟喺邊呢？喺部落入面有個小朋友叫 Aiden， 佢好醒目，好有冒險精神㗎，成日對世界充滿好奇。最重要係佢已經5歲啦，即係話佢已經準備好去做超勁嘅嘢。喺森林入邊 ，Aiden 有個最好嘅拍檔，一隻溫柔又強壯嘅啤啤熊。佢哋成日形影不離，一齊跑過樹林，一齊享受陽光，一齊喺森林入邊編織夢想。有一日，部落入邊嚟咗一架奇怪嘅車，係一班嚟自城市嘅遊客。咁耐以嚟，奇幻森林都好少有其他人㗎。我估佢哋可能蕩失路都唔奇啊！呢班訪客並冇逗留好耐，佢哋離開之後 ，Aiden 發現喺地上面有一樣嘢喺度閃閃發光，係一把玩具劍啊！從嗰日開始 ，Aiden 同啤啤熊就多咗個全新嘅遊戲，就係決鬥啦。Aiden 每次舉起玩具劍，啤啤熊就會好誇張，扮受傷跌落地下，笑到 Aiden 停都停唔到。快樂嘅日子就一直咁樣簡單咁過，直到有一日，一件奇怪事情發生。森林入邊所有樹屋都俾人破壞咗，部落變得一片混亂。所有人都忙住收拾家園，但係 Aiden 就見到一個奇怪嘅畫面，啤啤熊竟然抱住一大堆木，自己行咗入森林入邊。Aiden 即刻將見到嘅嘢話俾大人知，但所有人都忙住重建家園，冇人停低聽佢講一句說話。當晚 Aiden 決定自己去查下發生咩事。黑蚊蚊嘅夜晚， Aiden 靜靜咁爬落樹屋，只有天上面一閃一閃嘅星星陪伴 Aiden 勇敢咁踏入森林。Aiden 揾啤啤熊嘅時間並冇好耐，但係當見到啤啤熊嘅時候， Aiden 簡直唔敢相信自己嘅眼睛。啤啤熊雙眼發光，粗暴咁撞爛一棵又一棵嘅樹。Aiden 行前一步，細細聲咁叫啤啤熊，但啤啤熊完全冇反應，喺對眼入邊好似有漩渦不停旋轉，就好似俾一種神秘力量控制住一樣。Aiden 舉起玩具劍，等啤啤熊好似平時一樣咁喺地下同佢玩，但啤啤熊冇停低，只係繼續亂去撞周圍嘅樹木，仲不停細細聲講：揾出守護之樹，揾出守護之樹。天一光， Aiden 就匆忙咁跑去揾部落嘅長老，希望佢嘅智慧可以幫手。但長老聽完所有嘢之後，面色一沉，佢只係想保護神樹啊。長老好快就召集咗部落嘅戰士，
佢哋攞住長長又鋒利嘅長矛，準備去捉啤啤熊。Aiden 雙手握緊拳頭，眼淚喺眼睛打轉。喺戰士眼中，啤啤熊係一隻野獸，但係 Aiden 眼入邊，佢係一直以嚟陪伴咗、帶俾佢快樂嘅好朋友。Aiden 深呼吸一口氣，佢做咗一個決定。如果啤啤熊要揾神樹， Aiden 就一定要比佢早一步揾到神樹。從朝早到黃昏， Aiden 一直不停喺森林入邊尋找啤啤熊嘅身影。佢雙腳又腫又痛，終於喺一棵巨樹嘅下面停咗落嚟休息一陣。突然之間，Aiden 背靠住嘅巨樹開始發出陣陣金光，整個森林瞬間被呢陣暖暖嘅光芒包圍住。喺金光之中，一隻巨大嘅火焰鳥喺大樹入面飛咗出嚟。佢嘅羽毛閃靈靈，好似銀河嘅光芒，每一下拍翼都好似帶動住能量一樣。Aiden 張開口，一時唔識反應。但而家佢知道，原來擁有神秘力量並唔係神樹啊，係神鳥啊！神鳥用溫柔又洪亮嘅聲音向 Aiden 講：凡係懂得真心奉獻嘅人都值得我為佢實現一個願望。就係呢個時候，森林入邊傳嚟沉重嘅腳步聲，啤啤熊都揾到嚟啦。佢嘅眼睛仍然帶住詭異嘅光芒，口中仍然不停自言自語：我願意奉獻。Aiden 喺心入邊咁同自己講，然後佢將佢最心愛嘅寶劍高高舉起，將佢奉獻俾守護神鳥。玩具劍慢慢飄上半空，不停發出閃靈靈嘅光，直到最後火光慢慢變暗變弱，玩具劍就消失咗啦。然後神鳥飛返去守護之樹入邊，森林入邊嘅一切又再回復平靜。Aiden 身邊嘅啤啤熊眨眨眼睛，佢眼睛入邊嘅漩渦冇咗啦。佢四圍望，好似啱啱瞓醒一樣。Aiden 知道佢嘅好朋友終於返嚟啦。神鳥嘅聲音回蕩整個樹林。Aiden，你擁有勇敢無私嘅心，你係呢片森林嘅小英雄。就係咁，森林又變返以前一樣開心熱鬧，部落亦都重新開始起過新嘅樹屋，啤啤熊都有幫手搬樹，不過今次就唔係俾黑暗控制咯。柔和嘅晚風微微吹過， Aiden 今日真係好攰啦。就喺佢想瞓覺時，佢發現床上邊有一個金色勳章，勳章上面刻住犧牲兩個字。Aiden 笑得好開心啊！不過小朋友，你知道嗎？和平同寧靜並唔一定可以永遠持續。Aiden 嘅奇幻森林故事告一段落，但遠處可能又會有新嘅怪事發生。貓特蘭提斯嘅失落之心，奇幻森林嘅不思議事件，突然出現嘅勳章，到底背後有乜嘢關係牽引住？就等我哋留待下個歷險一齊發掘真相。